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一个来自中国的查甫人讲，伊对铁港林坡过去年阵偷渡来台湾，早起6点半伫新北市南口海边互海巡抓到。台湾联合国宣达团伫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口开记者会，呼吁中心来审视278号决议，互台湾重回联合国。一年一届的云林北港5号书海盐工艺展览早起开幕，来自全国各地108个工艺师献艺给妈祖。咱先来看一个中国姓王的查甫人哦，讲伊对中国铁港的林坡过去年阵来台湾，伫早起6点半，伫新北市南口的海边仔，互海巡发现，因为人哦脱水甲真严重，赶紧甲伊送病院治疗。这人讲伊伫中国欠债走路，想要来台湾重新生活哦。海巡嘛已经甲人送检方侦办咯，这嘛已经是最近各阵对中国偷渡来台湾，轰抓到的第2例咯。海巡甲消防人员做伙甲救生艇游进花，佮甲顶悬的人扶落来，发现伊严重脱水，随甲送医人道治疗。这个中国籍姓王的查甫人讲，合作伊伫中国积欠债务，想要来台湾重新生活。坐救生艇为中国浙江宁波过来台湾，则是透早6点半，伫新北南口烟花互人发现。船长3.6公尺，经查没有人为疏失，海巡署正全面充实各项计划，已完成纲要审查。海巡署表示，因为救生艇无大，雷达、航迹、回放拢无发现。了解伊的目的了后，已经报请检方侦办。为去年10月伫苗栗通宵发现掉伫海沙堡的竹牌啊，列了一个，家己讲是中国籍的偷渡客。今年6月，有一个强军男艇长天午姓黄的查甫人，用快艇为福建驶向新北的淡水，去互检方依法起诉。还有一件姓王的查甫人救生艇偷渡案，搁再卡到敏感的国安神经。发生陆客偷渡事件，难免会引发敏感的国安神经，而是不是背后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相关国安单位也应该要好好的厘清。以这个距离呢，又是橡皮艇，如果它又没有一个可以指向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是有蛮多可疑的地方，所以不排除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侵扰。立委烦恼，这又阁是无明确的侵扰。刘委会是讲，无鼓励以非法的方式进入咱国境，主管机关会持续加强边境管理，通维护国家安全甲社会稳定。海巡署讲，当专门建立安外山的显像仪、前监侦设备，搁充实无人机，以及建造新式蓝艇计划。军事专家是讲，因为救生艇船伤细只，都要挖靠热显像仪这个技术来保强海防。风浪打上来，你基本上会显示出回波。你要在风浪中分辨这个橡皮艇，几率其实是不高的啦。坦白讲，你这对海巡去要求说他一定要什么都看得到，我觉得有点为难啦。请立即转下航离。这个有中国海警船在外面巡逻，这个大陆渔船业界的情形比较少。因为中秋佳节要到啊，金门海面又阁无平静。中国海警船伫13航入金门水域了后，14个有4只海警船挖进限制水域，海巡人员嘛随做反应，调度4只巡防艇甲赶走，嘛呼吁中国唔通故意试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证交所，阁有主计总处调黄金、中华银行等真侪金融机构，昨日传出讲网络无法度连线，我落西亚的骇客讲这是因做的。司法部今下晡对外说明，计共是有45个单位受害，目前阁陆续传出灾情。伊嘛强调讲已经启动联防体系，会来协助各机关加强治安的防护。网页安装点就是拢无反应，国内部分公司部门的网站昨日开始拢袂顶袂当，包含证交所、主计总署、调黄金、中华银行这侪网站，拢传出无多连上网页的情况。原来这司法部也伫10时对外来说明，讲确认这是来自亲俄罗斯骇客组织的攻击，而且到即阵也伫进行中。那当然，这个攻击不是只有针对台湾，它是针对刚讲美加还有欧盟的民主国家的一些关键基础建设。那这个攻击的方式就是它针对某一个网页或网站，开始
用这些僵尸电脑送入大量的封包，来塞住这个网站的一些这个通讯的管道跟服务。司法部讲，这个骇客组织对着过来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也就是 DDoS 攻击。以证交所网站来讲，这里就发现讲有大量来自国外 IP 对证交所全球资讯网发动大量无效的查询，造成资讯网服务无稳定。赶紧处理了后，恢复正常。不过，这阵影响范围也伫扩大，就连中华电信也佮有限制部也拢传出灾情。根据司法部的统计，到14有45个单位的网站受到侵害。治安署讲已经启动联防的体系，来协助各机关加强这个治安的防护。主要是干扰对外服务的可及性，最主要的这种攻击就是影响机关的形象，或者是企业的形象。那怎么做预防呢？我们是有在情资分享跟中央地方还有关键基础设施还有民间，我们都做这样子的宣传。治安署讲，军大多数已经恢复啊，不过有部分的机关也伫排解问题。由这款的攻击也伫继续进行中，除了掌握相关的证据，也协助机关加强防护应变，也甲国安单位协力各国，共同对应网络威胁，提出相关处理办法。记者综合报道。美东时间13，台湾联合国的宣达团伫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头前开记者会，呼吁联合国要重新来审视第2758号的决议，支持咱台湾加做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之前澳洲的国会嘛公开消停，荷兰的国会嘛通过动议，批评中国误解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要消停台湾重回联合国。荷兰嘛是头一个公开消停咱的欧洲国家。Taiwan has never belonged to the People's PRC of China.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头前宣读公开会，指控疑似台湾联合国协进会 UN 宣达团伫美东时间13举行记者会，呼吁联合国审视2758号决议，支持台湾加做联合国正式而且独立会员国。2758号决议文不代表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以一个正常的国家来加入联合国，来参与国际组织。团员阁特别用整架彩绘伫联合国的标志当中加上台湾图像，表达诉求。所以宣达团也会伫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头前，甲侨胞举办 Keep Taiwan Free 游行，继续为台湾发声。国际支持台湾的声音也加大。澳洲参议院8月通过支持台湾动议，至连带第2758号决议并无砍杀台湾了后，荷兰国会12以147票对3票通过动议，告责中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欧洲国家第一例。Er staat Taiwan steeds meer onder druk van pogingen van China om de 24 miljoen Taiwanese te isoleren in de internationale gemeenschap. VN-resolutie 2758 wordt misbruikt om vertegenwoordiging van Taiwan in de internationale gemeenschap te blokkeren. 动议内容阁要求荷兰政府伫欧盟内部寻求对这项立场的支持。学者分析，澳洲、荷兰通过友台动议，那本来自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今年伫台北峰会通过决议，认为2758号决议无讲到台湾，无处理台湾的政治地位，也无主张中国对台主权。我们政府也应该要努力的。来去说服支持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主自由国家的阵营能够去抗衡北京的这些跟南方国家的一些串联的一些压力。学者建议立法院也处理同款的决议文，伫国际对台声援的同时，调影言斗阵支持台湾，加做更加强大力头，对台湾扩大参加国际组织的可能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感谢日本立坚持为华人大地档发起募款，华人的水尾农会送一批文旦，提供日本16间中小学做营养午餐的果子。另外，最近外销中国的文旦有一半检查出有虫害，农会是表示讲，已经改善，搁再出口了。目前中国6公斤重的文旦一箱是上济会当卖到大约1500块。水辉的文旦今年要输往日本珠城县立江市16间中小学的学生，一直10月初时的营养午餐食到台湾的文旦。农业部是讲文旦输往日本检疫的更加严。在低温处理厂12天1度，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把那些有害的这个病虫害全部它的卵虫全部杀死之后才能够运过去。
水月农会即届是为了感谢立干市伫4月初3花莲大地震期间发起募款，即届以好食的文旦回礼。面对最近头一批文旦销往中国，48%互咱验出有菇神。农会表示，输往日本检疫条件搁较严，即届冰冻12天应该无问题。输往中国的产品也已经拢积极改善。农友是第一次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检疫措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比较生疏，比较不熟悉一点。那我想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会逐渐的上手。花莲区农改场嘛表示，已经全面进入供货场，协助农民每一粒拢来检查。可以用气枪，或者是用刷的方式刷掉，那还有用布的办法把它擦掉，那就是要逐颗检查到它，减少那个虫害。农业部表示，文旦拄啊销往日本，不少人想讲是大礼物，听后食过才知影真甜，所以希望透过持续的台日交流，互更较侪消费者会当熟悉，开拓外销市场。那销往中国文旦行情嘛真好，水月农会表示，目前回报相关的介绍，6公斤装的礼盒会当卖到大票1500左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晡2点外，新北市土城一间铁厝工厂火烧，可能是有放一寡化学品哦，火炭甲真紧，阁真猛。火伫下晡5点拍花，加载无人着伤。这间铁厝工厂可能是有真侪化学药剂，火是烧甲真猛，阁炭烧到附近的3间工厂。新北市的消防局是出动94台的消防车，200外的消防员去拍火。初步的调查是对工厂的2楼导火，详细原因搁爱调查。因为烟真高，消防局嘛呼吁土城、邦桥、树林、中和附近的民众，窗仔都爱关好暗出门嘛爱挂喙暗。再来看检验站约谈前台北市督发局长黄景模讯问7点外钟，结果是对证人变做是被告500万交保。民众党的支持者阁有真侪嘛是认为讲大问题是无辜的。今仔下晡，民众党伫嘉义举办的演讲，就有超过300个人来收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较无4点钟，就抢有到500万保证金，请那些写字挂喙暗的前台北市督发局长黄景模交保离开。面对提问拢无应，13尾仔以证人的身份，互人约谈，煞当场转被告，涉犯贪污的道理罪，限制出境出海也较极大。但他接受到柯文哲的命令之后，他奉命行事，所以一样是图利哦。检事会认为，黄景模配合长官召开专家学者会议，替业者争取用这奖励是道理的帮助犯，建议移转5点证人换减刑。国民党议员张小平嘛认为，黄景模是专案督批的重要人物，只是伊嘛评估经济对国问题愈来愈不利。我觉得重点在查他的那个 UBS， 他那个虚拟货币这一块，这一块，所以我目前的形势对柯文哲，我觉得越来越不利了，看起来。国问题互人羁押，引起支持者的不满。这个司法无公平，庭事无正义。8日下晡，民众党伫嘉义市南顺宫举办座谈，超过300人到场挺国问题。他用他的意志力，在跟这个可怕的绿色恐怖在对抗。但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相信主席一定都会感受。前立委蔡碧如嘛出现，民众党不满国问题受到无公平的态度，按过经发生安尼备案金流还搁咧清查，北检也持续伫侦办，新事情也是继续伫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10月13日投票。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搁去基隆收听。媒体问讲敢会特别针对民众党的支持者，爱引导无同意罢免，做伙来对抗民进党咧？谢国良是表示讲，所有的市民佮无认同民进党执政的人，拢是因争取的对象。发起罢免的团体今仔是坐宣传车4架去演讲，望讲市民到时阵做伙出来投同意票。在新北市长侯友宜陪伴之下，到传统市场扫街，基隆市长谢国良受到闹热的欢迎。因为谢国良的罢免案，要伫10月13投票，侯友宜搁一摆到基隆力挺谢国良。对民众党主席关天，因为经发生案件遭到升压，媒体关心谢国良是不是呼吁小草投无同意票，到底对抗民进党。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所有的不认同现在民进党的执政的朋友，我觉得目前来说都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基隆人真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
支持我们努力做事的谢国良，继续做这个较好的成绩。对郭文泰，赵国龙强调尊重司法，也支持郭文泰用行动捍卫清白，也呼吁支持伊的市民用出来投不同意票，可以继续服务。不过，铁牛团体是无共款的看法，因为有的小草因为无认同国民党批评郭文泰，反倒来支持罢免赵国良。国民党说，可能小草会因为要为柯文哲报仇，导致于挺梁。其实我们是展现相反意见的，我们是认为是有一批小草反而因为国民党最近攻击柯文哲力道，导致于他们决定来支持罢免的活动。事实上，为13开始，罢免案进入到头算一个月，铁牛团体就到基隆市政府头前举牌啊，宣传30条罢免赵国良的理由。14时启动宣传战车，伫基隆的大街小巷宣传，号召市民到场响应罢免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第8市高铁站的附近，种170多丛叫做地塞花树啊。因为逐当开花的时阵哦，拢会有亲像地塞的臭味，所以附近的民众是真怨叹哦。公所是表示讲，已经决定讲要甲这个地塞花哦，拢撤掉，改种别款的树啊咯。新竹高铁站附近有真侪办公大楼、学校以及客家，住伫附近的人，因为树啊产生的臭味真怨叹。除了臭味，有的树啊因为树根生了伤过头粗，破坏到人行道的路面，民众经过这也惊跋倒。开花就是会有臭味啦，就是说你走过人行道这样，就突然间有臭味，这样子会感觉不太舒服。刚开始的时候树小棵，没有这个味道。等到树大棵，一年一年大棵起来的话，这个味道出来的。每年3、4月开花的时候，有没有那花苞它掉下来就很臭，就像那个猪大便的味道一样。专家讲，这款花季或者长叶平坡的树啊，其实不适合种伫人行道，应该种在跨坑的所在，因为这款树啊开出来的花会有亲像地塞的臭味，所以又个或者地塞花。这种植物它生长非常快速，所以它需要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像这种人行道一般来讲不适合栽培长叶品柏，它适合种在空旷的地方。那开花尤其会有像猪屎般的味道，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国人会觉得很受不了，所以又称它叫猪屎树、猪屎花。台北市公所表示，经过讨论，按算甲现场170多丛的地塞花全部撤掉，再搁在人行道种别款的树啊。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花莲今仔有4个学生小招去新城的海边啊耍水，其中有一个小弟互海涌降去，伊的哥哥随跳落海要去救人，结果嘛互涌哦降去。今宵下晡2点20分接到报案，就是协调附近的渔船去救人，这2个囡仔是真幸运，拢互救起来。对外面就当看到有2个学生囡仔伫海上浮浮沉沉哦，附近的渔船挖紧，等补救互因，甲因救起来。渔船嘛甲囡仔送到花莲港，因为这2个囡仔意识是真清楚，讲因无想要去病院，就互家长带因转去厝里休困咯。来看一年一届伫中秋前后举办的云林北港的5号书海宴工艺展览哦，今仔早起甲朝天宫的团艺马祖请到南洋国小的会场，活动就正式开幕，邀请全国各地108个工艺师哦，用因的作品来代替办桌的好料，献艺给马祖，嘛互相来交流技术。5号书海宴哦，已经办第11档咯，嘛已经是咱台湾工艺保存甲传承真重要的一个平台。对北港朝天宫出发，要来甲团艺马请来5号书海宴的会场。14载时，云林北港举办一周5号书海宴工艺展，108位工艺师要用因的作品来敬献给马祖。今年拄是阮朝天宫330档的这个建庙纪念，所以阮嘛是特别用这个方式吼，多个2年，多真侪老师会做这样的这个展览。木雕真人彩绘摄影人等等各种无同的作品，计共108件。工艺师甲民众拢会当真近来欣赏这的作品。台湾工艺联盟表示，透过5号书海工艺展这个平台，工艺师之间的交流，对传统工艺传承有真大的帮助。会当互真侪工艺家，会当互相去看到因真好的作品，嘛会当伫真内底互相去鼓励，互相来成长，
哦，这对台湾工业的发展是相当的重要。这都是越来越少见的东西，就还在看的，啊，互一寡后代囡仔会讲多接触，安尼。今年已经办第11档的5号树海宴，为9月14开始，要展览到9月17。展览的活动当中，配合工艺师有举办一寡体验课程，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让传统的工艺文化会当用多元化的方式继续来传承。记者林慧婷、昆林报道。来看台湾台语文化协会今仔办一场小节来搭喙鼓的活动，教大家安怎来写出笑开趣味的搭喙鼓的剧本哦。现场有真侪台语老师来学，因讲希望上课的内容就亲像教学生搭喙鼓，互学生欢欢喜喜学台语。两个小朋友伫台顶咧搭喙鼓，搭喙鼓就是台语版本的讲相声。老师讲搭喙鼓学问足济，两个人爱有够斗胆，而且爱会晓讲、会晓唱，搁爱会晓演。上重要的是，搁爱有好的剧本。伊含咱华语讲的相声足共款的，吼两个人伫遐搭来搭去，吼这个搭喙鼓吼，咱就爱笑开，伊有当你会当用道具的啦，吼。也是讲奥运啦，哦。这是台湾台语文化协会所举办的小招来搭喙鼓活动，现场有真侪国校啊、高中的台语老师来学习，因希望学搭喙鼓，望甲成熟笑开的内容放入去教材，增加囡仔学台语的意愿。搭喙鼓呢，伊不哩好耍，所以我若用伫课程内底，囡仔会感觉讲，这课程真好耍诶。现场嘛，高中的学生来学，伊讲因为身躯边的同学拢袂晓讲台语，伊来学搭喙鼓，讲互朋友笑，望袂晓讲台语的朋友有一日嘛会想要学台语。我的朋友就是拢讲华语较济，有闲的时阵，还是讲拄好有机会，我就会甲我的朋友讲淡薄台湾的俗语啊，还是讲一寡笑话。台语有8声调，安怎甲剧本写好道具有押韵，嘛是一种学问。老师表示，除了会当加入台湾俗语、客家话、四句联语歌，嘛会当加入一寡台语、华语的相关语，甲流行歌曲伫内面。除了会当互搭喙鼓对着时代，嘛创造一寡语言的共同性。记者陈阿雪、林玉凯特别报道。蹦火啊是一种对日本时代传落来掠鱼的手路。过去伫北海湾蹦火啊船哦是真济，即卖已经特别失传咯，目前只剩2只。金山一个少年人甘树凯哦，甲蹦火啊船改做观光船来经营。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等下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少年人的想法甲做法。鱼现在在右手边，要往左手边跳了。北海花热人的暗暝，海中会当听到嘣一声。鱼仔就会厝仔来，游客嘛看甲欢喜甲。全台湾5只有的蹦火仔，予金山暗时的海面是光影影。蹦火仔是用电土加水，产生热能导火，利用看到光就会随厝仔来的特性来掠鱼仔。这种古早掠鱼仔的手路，即马差不多已经失传啊。伫金山风港的富家28号，会长简书记为了不互蹦火仔失传，是真拍拼咧推动这项技术。咱即马呢，就是讲透过咱遮的导览吼，会当互人知影讲，咱不只看蹦火啊，会当熟悉咱金山的家乡吼，的文化是啥物。啊，蹦火啊的实际呢是安怎出来，吼，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的在地文化。可以让我至少不用一直掏钱，哦，这是你目前要设计的第一点。对，把所有的。那是金山在地少年人为了故乡传统的文化来拍拼。也有一群为外地迁徙过来的青年，希望金山的水会当更较多元。因成立社造组织，让金山用 Podcast 来记录在地故事，开餐厅提供给少年人一个聚会空间，嘛按算要打造一个会当大的所在，互同款想要来这发展的出外人会当有一个暂时大的所在。所以咱一定要经营空间，不管是做啥。但是讲，咱想要做的不是一个工作室尔，嘛想要做讲一个有餐啊，有饮料，会使甲大家沟通，会使甲大家培养感情，会使改变甲地方的关系。无论是在地，也是迁徙过来的，这群少年人透过行动，把金山的历史甲文化串联起来，用更较多元的方式，互北海湾的好山好水推广，互更较侪人知影。会当伫热人的时期，去金山体验蹦火啊，这个真有特色的文化。记者陈雅顺、连新维金山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暗新闻，小等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放火啊阵，特别出工，嘣一声，光亮。